后来就惊这个喷将做非洲猪瘟防疫的破口。农委会来宣布，9月开始暂停用喷来饲猪1个月。各县市的主管单位嘛加强咧稽查，嘉义县甲台南拢查到违规的饲猪仔场，其中嘉义县查到9场，罚款45万。稽查人员全身防护来到饲猪场稽查，之前防查到违规使用喷的猪场，即马看到已经改用饲料来饲。农委会公告9月初1开始暂停使用喷来饲猪。禁令上路头一天，嘉义县府出动，包括防疫、农政、环保、警察，还有政府单位联合稽查，清查23间猪场，结果查到9间违规。总共查获3场使用鱼肉等动物性厨余养猪，以及7场未依规定申办畜牧场的违规养猪户。3间违规使用喷，7间总共有20只猪无合法登记，全部罚款钱，总共罚45万。另外，台南市环保局全面展开喷的回收。看到环保局人员定点咧载喷的回收桶，刷落来再到高速发架厂进行高速发架的处理。稽查部分是查到1间猪场，搁用喷咧饲猪，罚款3万块。即马各县市环保单位拢开始出动，不定时进行调查，就是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入侵。